自由風傾緊呢係政府嘅文體旅局呢係邀請市場就住善用啟德郵輪碼頭呢去到提交意向書啊！咁啊，大家有啲乜嘢嘅建議呢？可以打電話嚟我哋嘅熱線187231或者 WhatsApp 我哋68911002呢去講下你嘅睇法嘅。咁啊，楊立門啊，呢個時間我哋又揾啲區議員同我哋傾下。好啊！電話旁邊有九龍城區議員張景勛啊，張景勛議員你好。你好，你好。你自己呢，你又覺得即係啟德郵輪碼頭而家啲商鋪啊、公共空間啊，有啲乜嘢發展可能性呢？係今日其實亦都去到郵輪碼頭嘅商業空間度都去睇一睇咧。咁啊，其實都見到即係藉著可能之前一啲反應啦，其實都見到商鋪都有翻嚟嘅。咁啊，當初可能有啲商鋪撤出咗咧，咁啊當然係有啲財務嘅原因啦。咁但係去到現在，其實都見到嗰個租務嘅方式咧有所改變嘅。咁我之前咧其實可能租務方式可能要整個 A 區或者整個大區去承租啦。咁而家就可能可以分咗一啲細嘅 area 咧、細嘅範圍咧去做俾一啲商家佢哋營商。咁啊見到有一啲好接近喺裏邊，可能喺旅遊類別嘅 IP 嘅產品啦，同埋嚟緊亦都會再有一啲寵物餐廳相關嘅，又會再進駐翻去郵輪碼頭區。咁所以我見到其實喺商業市場上面，其實對於郵輪碼頭嘅發展其實都係會即係有一個有信心嘅。咁但係當然而家見到文體旅局會做一個意向書嘅方式咧，去收集各個團體咧，即係不論係商業團體或者慈善團體等等嘅一啲機構嘅意見咧，咁可能喺集思廣益之下，其實都可以睇到嚟緊究竟可以點樣再去搞好咧郵輪碼頭嘅商業用嘅範圍嘅區域嘅。嗱，咁你覺得整個區域嚟講，即係唔淨止嗰個碼頭本身即係嗰個建築物啦，咁周圍譬如話青年驛站啊，甚至而家講緊嗰個旅遊熱點喺九龍城區，即係發展成為一個即係旅遊熱點咁樣。咁整全嚟睇呢個區，其實係你哋覺得你作為一個區議員，你覺得希望呢個區變成一個點樣嘅一個區域咧，去吸引到一啲人嚟咧？係，我諗喺呢個區裏邊嘅歷史底蘊咧，就一定係一個舊嘅機場範圍啦。咁去到現在咧，隨着即係時代嘅變遷咧，而家亦都再加埋呢個嘅體育嘅元素啊，即係講緊係啟德體育園嘅開幕啦，甚至乎嚟緊青年上面嘅推動或者青年創業嘅發展咧，其實呢個係喺呢個意向書我見到裏邊都好清楚講到唔同嘅一啲想達到嘅一啲嘅效果嘅。咁我覺得呢方面當然係絕對係樂意去見到，咁但係都見到同之前都有少少唔同，就係你可以俾一啲慈善機構或者係啲商業機構咧，除咗整個區域，譬如話 A 區、B 區，甚至乎天台等等嘅範圍、商用範圍咧，都可以整體去租，或者可能係某啲範圍去租都可以。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嘅做法其實已經可以俾到唔同嘅商家有好多即係變化嘅空間。咁所以當然呢個係非常之好。咁但係我哋都會睇翻咧，因為其實都見到的而且確啦，呢幾年裏邊咧，其實可能喺郵輪碼頭嘅商用範圍做嘅活動咧，係比較少咗少少。我好記得咧，喺2018年嘅時候咧，都有一啲再之前咧，應該都有一啲活動，譬如話叫做 Slide in the City 一啲水上嘅活動咧，喺翻郵輪碼頭區裏邊咧，都搞得幾好嘅。咁我希望可能將來除咗一啲商鋪啊，或者係食肆之外咧，其實都希望可以大力去引到好多唔同嘅品牌也好啊，或者一啲體育活動等等咧，都可以喺翻啟德郵輪碼頭區裏邊去進行咯。嗱，其實啟德個郵輪碼頭咧，以前都做過一啲會議啦，或者珠寶品牌活動啦、汽車品牌活動啦，又或者係嚟緊咧係旅發局嘅一啲酒吧頒獎禮嚇，咁其實嚟緊10月都會喺啟德郵輪碼頭嗰度舉行啊。但係點解以往都有搞活動，咁但係可能個成效未係咁理想？嚟緊如果又要搞其他類型嘅活動嘅時候，點樣可以確保到有足夠嘅遊客嚟到呢？我相信即係郵輪碼頭就唔能夠只係去諗話單靠郵輪嘅旅客嘅，咁其實都要啲活動啦，或者可能裏邊嘅商鋪都要吸引翻咧
本地嘅市民咧都有興趣入去裏邊消費啦。咁亦都要加上咧，其實喺啟德跑道區裏邊咧都已經有住宅已經入晒伙啦。咁亦都即將都會再有好多唔同嘅私樓都會落成，起碼整體咧都有11個私樓嘅屋苑嘅。咁所以其實喺裏邊嘅設施，除咗旅客啦，或者其他區嘅市民都好咧，其實都會好多時候咧喺本區嘅居民咧都會去嗰度消費，都希望佢哋可能去嗰度可能會唔會有一啲特別嘅商鋪，或者可能一啲超市等等，都可能喺日常用品上面都可以提供俾到居民咧。當然呢個係希望可以見到嘅嘢。咁但係都會了解就係可能始終可能去做一啲租務啊，或者可能去租一個大嘅範圍去做啲大型嘅活動咧，都要加多少少推動力嘅。咁我諗推動力都要去翻咧呢個嘅營辦商啊，因為都知道其實嚟緊即係個約啦，會去到2028年啦咁樣。咁可能之後會唔會喺一啲嘅內容上邊都可以加多少少推動力俾翻營辦商，去多啲去吸引其他嘅一啲品牌啊，等啱啱所講一啲汽車品牌也好，或者係一啲 business 嘅 seminar 也好等等，甚至乎粉絲聚會咧，做多少少呢啲方面嘅嘢，其實又可以帶動到嗰區，但係同時間亦都可以帶動到譬如啟德體育園咁啊。因為啟德體育園除咗體育之外，亦都好多演唱會會進行啊嘛，所以粉絲聚會其實喺嗰方面都幾適合。係粉絲就唔介意，即係行遠啲或者搭耐啲車入去郵輪碼頭。係嗱，你都講話而家嗰個商務嗰個租賃即係開始就都有少起色咁樣啦嚇。咁對以你同即係啲商戶嘅接觸嚟講，咁佢哋係咪都好即係有個前景見到咧？譬如話係咪都吸引得到好多區外嘅人入嚟呢一度幫襯佢哋咧？係，而家其實好明確見到啦，有2個商鋪啦，一個啱啱都講就係一啲 IP 嘅一個商鋪啦，咁係以熊貓做主題嘅。咁我相信呢個喺即係推動熊貓經濟也好，或者旅遊嘅經濟都好，其實呢方面嗰個方向都好。咁亦都即係咁啱都同意向書裏邊嗰個嘅方向都好一致。咁但係同時間其實都要了解埋咧寵物上面，其實寵物都可以有寵物經濟嘅。咁喺嗰度咧，其實都嚟緊都會再有一間咧寵物做主題嘅餐飲嘅餐廳。咁喺附近亦都區裏邊啦，都有空中花園同埋一啲寵物共用嘅範圍。咁所以其實呢個區其實都好適合去做呢類型嘅生意啦。咁當然其實喺商業市場上面，佢哋都一定係好多計仔嘅。咁啊當然而家可能喺即係喺嗰個交通上邊，當然係要再加強啦。咁我哋即係啱啱in between 呢個訪問中間咧，其實都同緊即係土木天署啦，同埋居民啦，同埋幾位區議員一齊咧討論緊關於一啲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嘅走線等等問題。咁所以大家都非常之關注咧跑道區同埋郵輪碼頭區嘅一啲發展。係咁，嗰個綠色集運嘅集體運輸系統咧，咁就話會將郵輪碼頭咧就係有一個嘅鐵路咧，就係連接去到啟德嘅車站廣場嚇。咁預計咧就今年開始招標啦。咁啊預計2031年左右完成嘅。咁啊好啦，咁啊我哋或者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晒張景勛議員啦。張景勛議員就係九龍城嘅區議員嚟嘅。